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以毒攻毒。这个药里面有9个药，一个是吃下去是悄悄的毒哦，所以这个不能吃。我相信大家不吃的啦，但是有时候哈，这个里面有3个一粒掉下去地上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是喇嘛家子的，小朋友吃会死掉哦，所以这个是身上带的，不是吃的，以毒攻毒啊，所以这个药是尼泊尔、西藏那边买我们带来的，但是修把夹子是仁波切，我们很多喇嘛修把夹子过的。以前哈，现在科学发达，全世界有疫情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戴口罩嘛。以前古代的时候哈，没有口罩了，戴口罩的习惯没有了。那我们西藏的医生跟中国的中医做什么？把脉，这样，右手病人把脉，左手这个药鼻子那边闻闻，意思是口罩的意思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口罩了啊！这个不是一个今年的这个疫情，一个不是很多鬼神众生起病感冒等等会抵抗了啊，瘟疫这个传染病啊，抵抗的一种很珍贵的东西。这个是好几千年佛陀时代的时候，龙树菩萨做出来的。我们中国跟西藏的文化的一个医生，他们原来这个用的很好的东西。那大家很多这个东西不认识，这个里面最贵的一个是麝香啊，然后闻起来味道是臭的，这个是故意做的，医生他们故意做的，这个是防疫药了啊，现在很可怕啊，这个整个西藏的地方，整个喜马拉雅全部都带这个。从去年到现在，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以后不晓得了。吉祥如意哈。不过仁波切再继续给你们